今年7月1號，香港啲麥當勞門口排長龍，報紙影到有分店排足2個鐘，近100人打蛇餅，分店要貼告示同人講對唔住，排乜？朱古力味 McGriddles， 香港自己研發嘅新品，全世界得香港有。一個快餐包做到成條街打蛇餅，你可能覺得係一日嘅熱鬧，但麥當勞自己同傳媒講過一個數，全世界最忙嘅50間麥當勞，香港佔21間，全球頭5名，香港佔4間。而真正奇怪嘅位喺呢度，唔係佢有幾旺，係成個市有幾靜。香港啲食肆執嘅執，縮嘅縮，連快餐呢版都冇乜增長。一個唔增長嘅行業入面，有一個品牌日日排隊。今日拆呢條數，佢究竟做啱咗啲咩？拆到最尾，你會見到佢今年做嘅一件事，同生意好3個字表面上完全相反。先攞政府條數出嚟睇下個行業幾靜。統計處話上年全香港快餐店收入只係升咗0.8%，計埋加價，實際賣出嘅嘢仲要係跌嘅，即係話快餐成個行業冇增長，個餅冇大到。再睇麥當勞，公司口徑每日100萬人幫襯，香港700幾萬人，即係每7個人有1個當日幫襯過佢。金鐘海富嗰間鋪最忙嗰陣1個鐘頭過千人，嗰間鋪過去10年服務咗超過2400萬人次，賣咗750萬件麥樂雞。個餅冇大到，但麥當勞佔嘅份量越嚟越大。中間嗰條罅就係今日成條片嘅故事。佢嘅份量大咗，即係其他人嘅份量細咗。佢做咗啲咩？查得到嘅有3招。第一招，佢啲新品個個都係實驗出嚟嘅，流程係咁：新嘢唔會一開始全線賣 ，App 會員先試，賣得爆先至轉正式供應，賣唔喐靜靜雞收檔，冇人知。原味 McGriddles 嗰譯就係教科書。2年前 Apps 優先試食，3日之內全香港賣咗100萬個，快到公司要提早收檔轉正式供應。原味賣得咁好，證明呢樣產品有得做，所以今年先敢出朱古力味。一出就係你見到嗰條2個鐘嘅隊。咁每一次我哋推出呢啲產品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哋都要做好多嘅市場調研嘅，咁去睇翻個 size of price 有幾大，咁跟住亦都咧用好多時間咧去研發個製作嘅過程，要 make sure 咧，其實我哋要好快速咁樣為顧客提供，唔係次次都咁大陣仗。麥炸雞試完得，留低做常規，1年賣超過2000萬隻。植物餐肉試完反應一般，賣咗2年幾百萬份，就冇再大搞。試得成嘅就留低，試唔成嘅靜靜地落架，你唔會見到新聞。所以你見到嘅係一個爆款，背後其實係一套流程，細細地試，用真數據揀，贏面大先落重注。一個市咁靜嘅年代，佢反而係全香港出新嘢出得最密嗰間食肆。你點樣可以做到個人化？喺以前咧就真係做唔到嘅，因為我哋係賣好多產品，但我哋唔知賣俾邊個。但係因為今日有咗大數據咧，我哋就可以知道咩顧客中意食咩產品，亦都知道佢哋係幾時嚟買乜嘢，同埋佢哋係邊類型嘅顧客。第二招個 app， 2024年中佢換咗個新版 app，7個月之內270萬人登記，香港700幾萬人，即係每3個人就有1個裝咗。無論你用麥當勞 app 嗌嘢食，你已經冇一張單，因為你張單喺個 email 入邊，再加埋已經所有 coupon 喺晒個 app 度，逢禮拜1你就會有新 coupon，總值200蚊。入面實際點運咗？4件事。第一，優惠全部搬咗入去，張優惠券都係 app 入面日日更新，唔開 app 就攞唔到。第二，新品第一手喺度 ，McGriddles 嗰譯就係 app 會員優先試食，試完先輪到全香港。第三，落單都喺度，唔使排隊。app 度撳掣，到店直接攞嘢。第四，仲有得玩，入面啲小遊戲，1年俾人玩咗超過2400萬局，玩完有得換優惠。登記唔等於日日用，呢個要講清楚。但實際效果係佢同270萬個客之間多咗條直線。新品上場，優惠到期，你好耐冇幫襯，佢直接喺你部電話度話你知，唔使等你啱好行過門口。生意淡嘅時候，呢條直線就係佢同其他餐廳嘅分別。第三招係最出奇嗰招，佢冇停過開鋪。香港啲鋪執緊嘅年代，佢管理層對住傳媒講嘅係今年預計開6至8間。同一段時間，佢喺柴灣租新鋪開分店，
連科學園入面都開埋一間。金鐘海富嗰間旗艦店全面大裝，用餐空間加咗3成。報道講，新店重點係新屋邨未有分店嘅地區，同埋做得24小時嘅位置，即係深夜想食嘢得返佢開。新屋邨未有嘢食，佢第一批到，仲有外賣。疫情嗰陣，外賣一度佔佢生意60%，成個銷售結構已經同10年前唔同晒。即係話佢一路做緊3樣嘢：加入口、加時段、加容量。個餅冇大到，佢就做到你幾點想食，喺邊度想食，堂食定外賣，最就手嗰個選擇都係佢。你嘅責任就將佢 democratize， 就將佢平民化，變咗咧，無論你去到天水圍或者係將軍澳，你都可以飲到一杯好靚嘅 cappuccino。又或者你去到長洲或者大嶼山，你都食到一個好靚嘅安格斯漢堡。而做齊呢3招嘅同一年，佢賣緊自己啲鋪，呢個口我哋一陣先開，因為仲有一個原因同你自己有關。呢度要用一個 MBA 小教室。經濟唔好嘅時候，人一定食少咗，但好多人會食平咗。貴價餐廳流失嘅客，好多都轉咗去食平嘢。呢樣嘢有個名叫消費降級。香港呢2年嘅街景你都見到，貴價餐廳靜英英，快餐店打蛇餅。週末北上食飯嗰班人慳嘅係貴價嗰餐，平日晏晝嗰個30幾蚊嘅快餐照食。而呢個 pattern 唔係今日先開始，疫情最深嗰2年，全香港食肆哀鴻遍野。佢管理層對住傳媒講嘅係生意額仲有輕微增長，市越靜佢越揾呢條規律，行咗好多年。要講清楚，冇官方數字證明麥當勞份額升咗幾多，呢個係我哋按公開行為砌出嚟嘅拼圖，但方向係夾得埋嘅。成個行業唔增長，佢日日8萬人。如果真係有一場消費降級，最平嗰層接得最多，由貴到平，每一層縮皮嘅客，行到最後嗰站，好多時就係快餐店。一個市差嘅時候，仲能夠接客嘅品牌，照計應該係最有理由留低嘅。所以接落嚟呢件事先至咁出奇。今年呢間全球數1數2咁旺嘅麥當勞喺香港做咗一件事，賣鋪。佢手上23個自置鋪位，計劃分階段全部放售，總值約30億。至到今年7月，11個已經轉咗手。套現約9億7800萬賣鋪，但係一間餐廳都冇生過。點解做到？因為賣嗰個同做生意嗰個係2個麥當勞，賣鋪嘅係美國芝加哥總公司，啲鋪係佢嘅資產。喺鋪入面整漢堡包嗰個係麥當勞中國旗下嘅香港業務，大股東係中信，佢係租客。賣完將租約照簽，公開嗰幾單有啲簽到2036年。深水埗嗰間公開咗月租49萬9，即係間鋪每朝開閘未賣出過1個包，嗰日已經孭住16000蚊租，佢照簽。大埔嗰間仲直白，間餐廳上年10月先啱啱大裝完，今年7月就賣咗個業權，裝修落重本，跟手就賣鋪，想走嘅人唔會咁使錢。官方口徑都係一句，啲餐廳照開，營運唔受影響。到今日為止，真係一間都冇閂過，招牌照亮對招牌。芝加哥呢邊仲有一步棋，前年佢將麥當勞中國嘅持股由2成加到4.8%，賣走香港啲磚頭嘅同時，買緊嗰邊盤生意。嗰盤生意個目標，內地分店開到1萬間。而磚頭嗰邊係咩環境？政府指數，香港零售鋪價由2018年到而家跌咗接近4成。擺埋一齊，你會見到2盤數，經營嗰盤數，佢好到加碼；揸磚頭嗰盤數，佢寧願收錢離場。生意好唔代表間鋪值得揸，呢句嘢點解成立？下一章一條數計俾你睇。呢度用埋今日最後一個 MBA 小教室，機會成本，先睇買家點計數。按地產報導逐單計，買麥當勞鋪收嘅租以成交價計係6厘幾到7厘幾回報。租客係麥當勞，交租幾十年冇甩拖過。代理話呢啲貨幾十年一遇，所以本地投資者搶住買，條數啱嘅。但同一件資產，賣家嘅計法唔同。佢問嘅唔係呢間鋪賺唔賺，係呢嚿資本擺喺邊度回報最高。
講到呢度要停一停，因為有個位好易撈亂喎。頭先第3章話佢收租勁過賣漢堡包，咁點解而家又話間鋪回報低？因為嗰啲係兩種租喎，佢部機器收嘅租唔係齋磚頭租，嗰啲鋪綁住成盤加盟生意，佢揀址，佢批牌，加盟商喺入面做生意，租金連埋抽成一齊計，所以先咁和味。但香港就唔同。2017年盤生意交咗俾中信經營之後，阿爺嗰份品牌抽成照收，呢條數係跟住盤生意行嘅，同邊個揸住間鋪完全無關。講白啲，啲鋪賣咗，抽成1蚊都唔會少。咁呢批自鋪位對佢嚟講就得返一個價值，嗰份普通市場租1年6至7厘，同一個字收租。一種係成副系統嘅抽成，一種係齋磚頭。佢留低前者，賣走後者，而且賣嗰下自己盤生意零損傷，高幾多先值得調走？佢冇逐個市場公佈，但佢用行動答咗你。佢肯低過叫價3成放售，都要將筆錢調走。一個人肯用呢個代價放棄7厘回報，即係佢好有信心擺翻入部機器度，回報高好多。呢個就係機會成本。一件資產值唔值得揸，睇嘅係同一嚿錢擺去第二度，會唔會賺得更多？買家冇計錯，買家都冇計錯，佢哋只係各自有唔同嘅第二選擇。翻去7月1號嗰條隊，行到呢度，成條片嘅答案已經齊晒。佢逆市咁好，靠嘅係嗰3招：新品當實驗做，綁住270萬人嘅 APEP， 一路開鋪加入口，再加長消費降級。將食平咗嘅客送埋嚟，咁生意咁好，點解仲要賣鋪？因為喺佢盤數入面，間鋪唔係屋企，係一件資產。資產嘅任務只有一個，生錢。邊度生得多，啲錢就調去邊度。未來日子，我哋嘅遠景咧，係希望我哋唔係淨係喺一個快餐界入邊成為顧客最喜歡嘅品牌，我哋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其中一個 No.1 嘅 OMO 嘅 consumer brand。香港街鋪1年生6、7厘，佢自己盤生意生得更多，所以連間鋪都變咗現金，跟住錢一齊調走。香港第一間麥當勞1975年開喺銅鑼灣，今日超過260間，請緊18000人，佢冇走，亦唔似想走，只係由業主變咗做租客。最後留一條題你估，你樓下嗰間麥當勞個鋪位仲係咪佢哋自己嘅？覺得係嘅，留個薯條 emoji； 覺得唔係嘅，留言話我知。招牌係佢嘅，招牌下面嗰塊地而家唔係。呢度係 Make or Break Academy， 我哋用 MBA 嘅角度拆解一個又一個商業故事。想聽下一個 case，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生意拍檔。